平時你揸車我係點？嘈閉，因為佢好干擾我。你唔可以切呢度切嗰條線咩？有人好驚話有危險，我知道佢係出咗我嘅。但係咧，嗰種焦慮嘅程度咧，其實咧係會令到大家個震動咧有少少緊張。咁頭先我又感受到完全心流啊，無啦啦佢唱到高潮位，佢絕入嗰刻，我完全 enjoy 當下，佢完全 enjoy 當下。哇！你知唔知嗰個神奇嘅時刻出嚟啊？有伴唱容祖兒啊，跟住我喺度頭文字 D，我嗰種淋漓盡致同埋嗰種爽快度咧，我係冇辦法用言語嚟形容啦。當大家都進入咗心流嘅狀態咧，係好爽。我啱啱咧好投入咁唱歌嘅時候咧，我自己嘅焦慮都冇啊，因為平時揸車就會好驚突然間切線，跟住咧我就好想佢安全，又唔敢嘈佢，但係其實個 energy 都係好焦慮。所以咧，每一個人都做緊最熱情嘅事，當佢成為佢啦，我成為我啦，你唔好理其他人嘅時候咧，呢一個先係最和諧嘅狀態，就係幸福嘅狀態啦。好，拜拜。